日要甲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完美甲样形。咱刷来就来解说，啥物叫做完美，啥物叫做样形，这两个概念是无啥共款，啊，不过你用来发生相像的镜头。完美其实是一个镜头，伊毋是一种疾病。完美就是讲，大脑常常放电，意思发生无自主的动作、感觉，也是讲有意识的改变。虽然讲咱拢会看到银幕咧伫大脑咧放电的时阵一直跳，这甲像讲运动的时阵救筋，有一点仔相像，但毋过其实是无共的，因为伊的来源是大脑咧放电，毋是干那筋膜的问题尔尔，定定嘛毋那是动作，有当时会有感觉，还是有意识的改变。伊的英语是 seizure 还是 convulsion 两个词，拢是咧讲共款一个概念，一个镜头。其他有几啊种讲法，像讲慢筋、反例、着天调。样形佫较无共款，样形是一种，也是讲一类的疾病。伊是咧讲，因为某种原因，大脑发生一寡各样，就算讲无受到刺激，嘛会一直发生慢美。这寡刺激就是讲，若像发烧啊、受伤、感染等等。伫英语内底，咱是用epilepsy 这个词来讲这种病。其他嘛有通俗的讲法叫做低布症。完美甲样形无啥共款，真侪人会甲这两种物件揽做伙。完美敢若是一种镜头尔尔，样形就是一种疾病。有样形的人定定会发生完美，但毋过完美原因就无一定是样形。完美的种类有真侪种，会当先分做是全身性的甲局部性的。全身性的意思就是讲，伫完美发生的时阵，规身人除了有动作以外，佫会袂精神，失去意识。局部性的就是咧筋膜咧跳的时阵，也是有意识的。全身性的佫会当分做像讲全身强调性发作、强直性发作、调错性发作、肌调错发作、失神发作、失张力的发作，足侪种。这甲伊发生的时阵，会有无共款的镜头有关系。完美的原因啊，除了样形以外，还有真侪，这拢袂当叫做是样形。虽然讲伊有发生完美，像讲咧发烧啊、脑炎、脑膜炎、头壳着伤、脑震动、中风、脑出血、脑肿瘤、脑循环的不足，讲血压伤低啊、shock 的时阵，这 shock 的原因有可能是甲心脏有关系，像讲心衰竭。也是甲感染有关系，就是白血性的。低血糖、电解质无平衡、高血压、偏头风、半头风，这拢是完美的原因之一。发生完美的时阵，咱安怎较好？就是第一是甲患者带到病榻安全的所在，莫互伊受伤。头开伤暗的暗领，互头起一边，避免砸着。避免甲喙交开，嘛袂使吸任何的物件，包括咱家己的镜头啊。爱观察完美的形态，伊是全身性的还是局部性的，会当录影，互医生做参考。伊发生的时间是偌长偌短，那一直超过5分钟，爱随时上病医来处理。有一件真出名的历史事件，就是皮卡丘地书完美。有一寡人的完美啊，伊是光敏感性样形，会受到一寡光的刺激，互伊完美调起来。这真出名的历史事件，伫1997年12月16，宝可梦的动画啊，伊有真强烈的对比色水，红、蓝、乌、白、黄，伫短时间以来连续交替出现。互日本685个人送病医。这个底片，这个动画就伫正边，这 YouTube 顶悬是有。毋过咱看这个影片，有一寡人可能引起无爽快的镜头，所以大家嘛要注意。咱即马甲伊放出来。
大家应该拢有看到，就是中毋讲红蓝这种对比色，就强烈对比色一直出现，有人就会足无爽快的地书斑美。囡仔人上常出现的斑美叫做热斑美，热斑美是啥物呢？就是伊爱有一寡条件，尤其是爱发烧加上斑美。通常这种发烧拢毋是烘尔，是起达热超过39度典型的。伊发生的年纪正常是伫6个月到6岁之间，若是年纪无到6个月，也是伊的岁数超过6岁，这拢毋对，这要考虑别种病。发生的时阵是全身性的，人袂精神，会发生斑美的症头。大部分这是良性的，以后真正发生长期阳性的机会会比别人较侪。毋过这是有条件，这条件就是讲热斑美是简单型的，还是讲简单性的？啥物叫做简单型的？就是伊爱甲关烧做伙发生，伊是全身性的，会失去意识，时间无超过15分钟，伫24点钟以内，敢若发生一摆，前后发生进前甲人精神以后是无神经的症头，像讲骹手无力一直吐还是讲意识会怪怪，活力是完全正常的。那以上有一条毋是，伊就算是复杂型的热斑美，这以后真正发生阳性的机会就会较悬，所以若是复杂型的，就爱注意其他的原因。热斑美症头有啥物呢？像讲规身躯是会强直、抽搐、失去意识，目睭会一直短视，常常是视向顶悬，喙齿会咬严，有可能发生的时阵会吐，尿会失禁，还是讲喘尿。斑美了后有一段时间人会灰灰。热斑美处理，真正发生，咱就爱退烧，搁爱观察。一般对这种虽然是有斑美，毋过毋免用抗阳性的药啊，因为伊敢若会发生一摆，通常是伫第1天，若是简单型的。一般嘛毋免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这嘛是讲若是简单型的。发烧的原因爱做调查，因为咱袂当干那处理斑美。嘛爱注意发烧到底是啥物，像讲到底是感冒尔，流感，还是闭着的感染。毋过若复杂型的，就爱考虑一下，敢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爱做，像讲脑泡自真作影，还是爱抽量骨水等等。斑美甲阳性有一寡相关的检查，会当看是毋是有啥物问题需要处理，还是会当分辨。看讲这阳性是啥物型的，伊发生各样的所在伫脑的倒位，像讲脑泡是咧记录脑部细胞的电位变化，脑部的自真作影，用叫做 MRI， 就是会当看咱脑部结构的问题，抽血会当排除其他的问题，像讲血糖、电解质、肝肾功能。若是原底有咧食抗阳性的药啊，会当看伊的浓度是有够无，还是伤低，爱加药啊。会当验基因，就是有诶基因甲阳性是有关系。抽量骨水，这就是用来看是毋是有脑部的感染，还是有低度膜下腔的出血。脑波是啥物？脑波其实就是脑电波，脑内底电流的变化，有人叫伊脑电图，伊的英语叫做 electroencephalography（EEG）。这毋是咧甲脑照超音波，脑波毋是超音波，是电流的变化。咧侦测这是爱甲一寡电极搭伫头壳顶，会当侦测脑细胞发出来电流信号、电流信号。有一寡疾病会当考虑做这来调查，像讲阳性困眠障碍、脑损伤，甲评估脑部功能各样。脑波会看起来是安怎呢？像讲咱
即张投影片的倒边，会当看到咱咧做无共款代志的时阵，脑波就会说做无共款。咱若是愈专注咧思考，咧做一寡需要脑的代志，脑波的频率就会愈紧。像讲这上顶悬的伽马纳色的，就是非常专注的时阵，伊就是30到100赫兹。咱若是脑咧休困，若是伫咱困眠的时阵，愈深度的困眠，脑波就会愈平。伊可能就是0.5到4赫兹的深度困眠的时阵，这就是有问题的脑波。如讲咧真正咧晚寐的时阵，脑波就会生做尖机仔型，还是刷稀实型的中伏出现，就是伫倒边这张图中的迄段。咧做脑波检查，有可能就是咱干那看底期尔，1点钟以内。会当录清醒的时阵啊，困眠的时阵，用跳工，用一寡方法来做刺激，声音的刺激啊，温度的刺激，还是讲声音光线的刺激。嘛有可能是较长期一点嘛，像讲几啊点钟的上长会当录到24点钟。若是咧做脑波的时阵，有共时阵咧录影是搁较好确定。有脑波变化的时阵，嘛有动作出现，这是搁较好。资金造影，资金造影就是一种医疗影像，伊是咧看脑结构的问题。这甲电脑断层就是讲 CT，伊的原理是无共的。CT 是用电光，就是 X-ray 来看脑，还是讲身躯无共所在的结构。毋过资金造影是无辐射的，伊是用磁场甲无线电波来看咱身躯内底结构。你利用磁场甲无线电波，互体内氢原子产生一寡核磁共振、核磁共振的这种原理，产生影像，特别适合软组织、脑啊、龙骨髓、关节、腹内甲肿瘤等等这种。这种影像，咧做的时阵，咱特别注意，身躯内底外口袂当有金属，无伊伫这足强的磁场内底，这金属可能就会飞出去，变做武器。有阳性的患者有几点爱注意，像讲爱避免单独浸浴、受水，以免堵水；袂使伫面床顶食粉，以免火烧厝；爱保持情绪平静，生活规律。查某人若准备要有新的时阵，爱甲医师讨论，建议莫做职业驾驶、操作机械、做建筑工，莫轮过暝班，爱避免青光的声光刺激，以免发作。爱随身载卡片，爱写患者的名姓、电话、药仔的名称甲剂量、就医地点、紧急联络人甲电话。有一寡甲阳性相关的问题，像讲阳性的患者敢会当去驾照，是会使，毋过有一段条件，阳性的患者若连续2年无任何的发作，若有医生开立的诊断书，就会当申请普通小型车甲奥多麦驾照，毋过袂当考职业驾照。驾照的有效期间敢若2年尔，到期日的前后1月日内，爱搁摕。2年以上无发作的诊断书，向监理单位申请换新驾照。阳性的药啊，敢爱食一世人？无一定爱食一世人，不过通常是需要长期治疗，这是算年的。完全控制无发作2年到5年，检查若正常。譬如讲做脑波，经过医师的评估了后，会当。考虑渐渐啊减药啊，甚至上尾会当停药啊。家己停药有可能会致出严重的效果，包括因为剂量无够，药物的浓度无够，慢寐一直发生，这叫做一种阳性病榻状态。伊慢寐发生伤久，这有生命的危险。若是阳性的药啊效果无好，要安怎？其实即摆有愈来愈侪，真侪无共款药会当做伙使用，效果是袂歹。不过若真正用
配真侪款药啊，后果要是无够，就会当考虑以下两种，一种叫做羊形的手术，若是有找到脑的倒一区伊伫咧放电，伫无影响正常脑功能的前提之下，会当考虑用外科手术的方式甲有各样的脑区甲伊切掉，对，互羊形袂一直咧发生。另外一种叫做迷走神经的刺激，英语叫做 vagus nerve stimulation（VNS），这是用人工摄入的一种机器，伊会插入伫暗本仔内底，用电流刺激迷走神经，减少慢寐发生。有关羊形甲慢寐的主题，今仔日就讲到这，多谢大家来参加，好啦。